如何開自取單？本店自取。點擊自取，填寫顧客資料，姓名同手機號碼係必填項。選擇自取地址，默認本店地址。自取日期，訂單備註可以按顧客需求選擇。點擊確認，選定商品的顏色和尺碼，將商品添加至購物車，完成支付。支付完成之後，喺自取門店嘅 POS 機度，右上角嘅購物袋圖標上面會顯示一個紅色數字，該數字代表目前待取貨嘅自取訂單數量。點擊購物袋 icon 進入自取頁面，揾到並點擊前來取貨顧客嘅自取訂單，可以喺輸入框入面輸入訂單編號、客戶名稱或者電話號碼進行搜尋。點擊自取訂單。取貨數量默認係取出所有貨物，但亦都可以自行調整。剔選想要自取嘅貨物同埋取出數量，剩低未自取嘅貨物可以下次再取出。貨物可以分多次自取，直到所有貨物被取出為止。點擊確認，即可取出貨物。訂單入面所有貨物都被取出之後，訂單即可完成。